你們到底知不知道？你們說醜的這些衣服全部都有我的情懷在裡面的。嗱，作為一個廣東人嚟講咧，永遠都係中意懷舊嘅老字號嘅。咁米其林咧肯定比唔上農莊啦，所以當時我老公同我拍拖約會嘅時候咧，佢一腳直踩農莊，跟住我對飛呢雞毛踩到成腳雞屎。而且判斷一間農莊好唔好食，我哋廣東人有我哋自己嘅法則。阿巴服務員越惡，啲味就越正；停車場越難泊車，食材就越新鮮；個廁所裝修越係原始，雞味就越濃。OK， 所以呢一種懷舊嘅情懷，佢係直接帶咗落去我啲衫度。你哋真係覺得呢條裙唔好睇咩嚇？佢唔會好復古風咩？當然啦，當時我喺直播間展示嘅時候咧，我哋嘅粉絲都咪有緊啊！佢直接同我講：哇，彩彩你好似一隻田雞啊！跟住仲有呢一條裙，成幾千蚊㗎啦！我當時買佢就係覺得自己好公主啦，好青春，好活潑嘅。但係我喺直播間展示嘅時候，又唔知有邊個粉絲冧得有緊。哇，坐成棵聖誕樹咁喎！嗱，咁另外眾所周知咧，廣東人就不嬲都好有鬆弛感嘅，但係唯獨就係對一樣嘢特別執着，就係小強。有一次我同我老公嘈交，嘈到咧成個人已經上晒頭啦，準備喊嘅時候，點知我見到咗一隻小強。我覺得你一啲都唔重視我，一啲都唔愛。咪先！我甚至喺嗰一刻覺得我對小強嘅重視程度係遠超我老公，因為我從來未試過追一個男人追2個鐘，但係追小強我可以。嗱，如果你同我係一樣嘅話，咁你碌角啦，你同小強之間嘅可能係愛情啊。咁所以如果按照呢一種邏輯繼續延伸落去嘅話，有冇一種可能你對住一個你中意嘅男人唔敢表白嘅時候，係因為你唔夠愛？畢竟你對住小強嘅時候，你可以一擊即中。今次我睇你仲走得去邊？幾霸道總裁？而呢一種執着，甚至乎連我喺外省嘅朋友，佢哋只要嚟廣東生活夠3個月咧，都會自動觸發呢一種技能。果然就真係風吹奶嘢，估奶嘢，適應性咁強。呢個世界上仲有咩困難可以拿得到你啊？但係我點樣都估唔到，我對小強嘅執念竟然展現咗喺我件衫度。格色真皮愛馬仕背心。當時喺老馬嗰度兩皮嘢買咗佢翻嚟之後，我老公見到我嘅第一句話就係：老婆，倒杯酒嚟飲下。先生，你嘅酒杯我放喺呢度，今日想飲啲咩酒？我原本喺直播間就係諗住尋找下粉絲同埋網友嘅安慰嘅，但係估唔到你哋比我更加重創嘅一擊，竟然話呢件衫似小強色。咁如果我戴埋個小強頭套嘅話，就連我而家身上面着住嘅呢一件衫，當時阿姨見到俾我評價佢話：小姐你今日着住件咩帶嘅？我愛瞓啊！我點都估唔到，原來我嘅品味咁多年都係一如既往咁穩定。